当史衙门伫咧卜卦时阵，三只鸟当临时红松门8800名，欲到西河布地鉴定咯。焚香拜请先天圣人福喜新郎，后天圣人文王周公。地主学院辛苦，卦864卦，爻384爻，结出青龙，响出六枪。请降临指点我母亲的吉凶吧。对卦，第二卦是顺卦。地属金，顺属风，顺风开几路，有人大刀要来暗杀我，到底啥人要来暗杀我？我朋友深夜大刀要来暗杀我吗？无错，所以问你真机警啊啦！啊，朋友你贵姓呢？做不改名，行不变性，姓古名魂，草号叫做高头鸟。个意思。衙门与你有冤吗？无冤。今世有仇吗？无仇。既是无冤无仇，为何要来杀我呢？这嘛，收人的钱财，替人消灾，身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我明白了，个意思，现人所说，良禽择木而栖，现人得主之事。君主要多学。多问多识，得机量而将持，千万不可为了大批钱财，做出伤天害理之事。安尼误了你终身悔之莫及啊！所以问你讲的真有理，为安怎我若迟迟无下手呢？就是看你的一举一动，你是一个君主，也是一个孝子，所以我想要帮助你。哈？你帮助我？是，这支就是我祖先所流传之宝剑。名叫做龙泉，这要送给你了。承蒙不杀之恩，又受你赞剑，衙门如何去领受呢？衙门啊，你会知影哦。明仔早起8月15日，在西河岸，或有8000外名得要杀你，连你一军凌敌百将都无法度通拍过这难关。所以呢，我一口剑，互你执在江中，可比1万人助你杀敌。你一定要留一条命当去见你的母亲啊！多谢郭医师啦！免甲我多谢，赶紧接去。多谢。宝剑战烈士，翠琴下殿，史衙门过世咯。苍天啊！咱离开咱兜啦，真久啊！是啊，来到这西河爷，小停卡啉2杯啊。若讲啉的，迄我拢唔敢讲啦。喂，头家啊，店头家啊，我来咯。客官2名是，我甲阮头家2个尔，请入来。哦，多谢。牛肉煲甲鹿肉干啦哈，要小烟酒干来哈。哎呦，头家，嘿，店内迄个面色哦，迄个敢毋是咱的厝边迄个史衙门呢？哟，头家你的目睭都袂歹，迄都是史衙门的对哩。我来甲问看卖。喂，少年诶，你敢毋是姓史的名对衙门的哦？对啊，证明是罗兄嘛。是，迄都是阮头家叫做罗万，我就是伊的罗仔叫做罗衰的。罗兄，恁主仆为何来到此地呢？哎呀，衙门，你所知影，我这款人，敢若亲像含混野火，无拘无束，想要倒位就要倒位啊，四处在咧游动，所以来到这个所在甲你见面。对了，总共一句地球圆的世界真个了。衙门啊，你是要倒位？我这要到辽东。辽东是边界，你要去遐创啥物？罗兄，我犯罪
发配到辽东充军3年。充军？罗兄，你可以帮助落地一臂之力吗？你有什么难题呢？这位义士叫做高头鸟高云，在咧讲，8月15日在西河岸8,000多人埋伏在要杀我，将情听说。8,000多名埋伏在要杀你嘛。也毋过我离开故乡6、7个月，思乡而至。我这个所在停卡啉2杯啊，马上就要来起停咯，不能相助。现地你毋通见过吼。罗兄归乡而至，落地不敢劳烦，但愿罗兄能为我带信及家庙。哦，迄当然可以咯。你入去写，替我写来。同意啊！怎样？拄啊，迄个苏阳文是甲你讲安怎？伊得要请我去作战啦。哼，请你去作战？是，是咪我明仔载这个西河岸8,000多人得要围杀你，真危险，叫我倒去帮助。啊，你是安怎甲应答？我归乡之前无可能帮助啊。迄毋是安尼啦，苏阳文的生活极硬无比啦，迄大家嘛知影，分州局性认定，吼。那论这个人啊，无论是良谈好血，伊都是较正入去啦。8,000多人闹啥话？对，迄个话语我甲伊听起来有带是点啊风气性哦。什么风气性？头家啊，咱温州2个人上界出名对无？什么人啊？什么人？一个是温州大儒侠，一个就是头家你温州大刀侠罗婉，对毋对？然呀，迄我咧想吼，迄个苏彦文啊。伊是下辈，你是前辈，伊就是咧试探你先辈的气魄甲胆量啊！伊伫咧讲上界危险的关头，如果你若是敢去参战，安尼就是真真正正的温州大刀侠罗婉；要若是毋敢去参战啊，你就是变成温州老帅侠。多说，你敢知影我的心理？我知咯，我知影你惊死！你乱来你哈！我若一声答应得要作战，伊就会放松，临阵会失败啦。所以我甲伊拒绝，安尼就会甲我孤军奋斗，万分谨慎，安尼才袂失败。哎呦，安尼真真正正老神角就是老神角呢吼！大哥，万里千里带家信吧，可以。叶文啊，你今夜需要养精蓄锐，准备明天之战。落地晓得。老师，你们了，赶紧一帮来养神，以备作战啊！安尼我即将发成功了。王将军啊，苏英雄，我见早都要去啊心。是啊。辽东罗家天辽，无较早行的名义。还是讲安尼啦，苏英雄，你得要离开，甲我地首诗，互我留念好。行入不去，雁门献首一诗吧。多谢多谢。业可养心是独意，是非奸计暴露心。非亲友谊是恭敬，是友无情切莫交。真好真好。也我呢吼，大家甲你祈祷你雁门啊，3年真紧，也都爱平安无事倒转来吼。啊，当皇上将军甲这车爷赶启程，雁门啊顺行吼。多谢行啊，顺行顺行。小安，万人战阵，钢铁的阵容，令人一动不寒之力。王将军将为步野车官，恁大家有看到无？这阵就是人海战，让我雁门单独来应付。希望各位离开此地吧。老爷，走啊走！等下，什么人若好走，临阵退缩，由我砍头。苏雁门，你咧讲啥？
我王顺也是沙场的老将，这种电视日常三餐无遗憾嘛。并肩作战，多谢王将军啊！冲！冲啊！有啦！小人必请我苗国将使人们家人团团困战落。头顶几个王顺也已经受伤。所命步下个计车44多只多了。这个时阵，使人们万分的规矩。进无可能，看顺阳江。我亲像蚂蚁，使人们渐渐渐起。战战兢兢的当兵，自苏阳门发顺阳江，发甲精疲力尽咯。在这个不得已的情下，温州带队到苏阳门，得要抽出两全宝剑咯。这个时阵，温州大刀剑罗万也手捧大刀冲入阵咯。回来了！两军剑出鞘，火光满灯，金光闪闪，书剑排刀，干花缭乱，精神四散。苏阳门一剑在手，所向无敌。万军中杀大刀，自斩鬼出彩，势如破竹。罗万手捧大刀，可比关公在世，大刀一剑，胆力魂飞呀！两人并肩作战，自将恶毒杀气片甲不准呢。这个时阵，出手看前方无退，看收兵咯，收兵啊！走啊！走啊！才子，好大不大嚟咧？我老未出手咧。多谢罗兄的相助，可惜严门命休矣。地间毒恶，人人有责。罗长见义勇为，应何本色？王将军呢？王将军，将车关哪里？王将军，你的手臂受伤？小可代志了。哼，万军中在咧征战哦，在受伤小可。但是呢，这个计车向太死两三个啊。严门啊，你无恙嘛？兄弟乡亲来相助。王将军，严门就是阮庄内杰出的爱国青年。伊犯着什么罪，我是无了解。专望王将军
关照啊！你放心啦，我会向辽东王真情，要让严文哦过着较轻松的日子咧。安尼我就放心咯。严文啊，我得要过世咯。皇上路行启程，你身体都要保重。严文啊，你身体要保重哈！啊，你上批，我会替恁老母啦嘿。家庙全赖路行的照顾，放心啦，你老母嘛是敢若像我的老母啊，你都要保重哈。过时咯，顺行。啊，苏莹莹啊，下面的，苏莹莹我下面的哦。王将军啊，了下咧，王将军啊，了下咧。奇怀五魄，你为什么跪咧求饶？王将军啊，你有所不知啊，阮就是奉了杭州提督安天祥的命令，也扮作假车，利用时机啊，在暗杀苏彦文的了。你为安怎唔敢下手？阮都看苏彦文，伊是一个认真的君子，而且伊文武双全，其实就是咱国家的栋梁咧，所以阮都唔敢害死贤良啊。哼，我老早都觉得恁两人有诈，我甲你收徒当啥命哩？将军，另看彦文一面，饶恕奇怀五魄之错吗？甲你咧讨保，当然我看你面子啊！竟然你是良心发现。君主也不念旧恶多谢将军。苏君主啊，阮两人愿拜你为师，因敢忘事呢？马紧啦，你可堪收阮做徒弟啦吼！师傅啊，是阮4拜，是阮4拜啊！请起，多谢。师傅啊，即摆到辽东充军吼，拢爱抓大石啦，爱挂马草啦，爱去做工，但是这个工课哦，拢总是徒弟替你做啦，你拢总免出去受苦。感谢我多，辽东我真远哩，赶紧来起行，算这阵已经安全过关咯。是将军带路，对着你，行。这方面老三兄妹甲两起的。千里路途，特别往到云南温州府。当作讲我亲像一蕊花，深深为我来凄迷。如今变心想袂甲我找，竟然叫我回去。我家烧酒一杯，搁一杯，饮不住目屎滴落地。3年斗阵无算地，叫我怎样袂难过？放杀我一个。你敢真正袂后悔？帅哥啊，你敢若一直想啦，想讲严文哦会去爱别个，袂啦。但严文哦做人非常的正气，你看对唔对？要到分南分州哦，路途遥远啊，对。你讲要去放肆恁大家啊，这款会使讲是叫做孝夫，所以你若兄，迄个老家店唔顾，对你夸死，站两起的吼，头路无要做，拢甲你保护呢。兄长话，我拢袂惊啦，是安那袂惊？我拢袂惊啦。还要输过，还要脚底拢流血，我看到还要惊。兄长话，我拢袂惊啦。可怜，行到咧脚拢总流皮兼流血，两起的免啦。但是你的师哥，你就甲爱啦。师哥，你不要紧，我甲你爱就对啦。多谢两起的。你甲我办镜头，我甲你爱镜头甲办好，他袂破落。我知影啦。我叫你办镜头，你甲电啊，后尾甲电死哦。歹势。你迄落地地上面点点哦，迄提起来无，我脚只偏点点。哎呦，
遐是顶桥来了，稍等咧，稍等咧，天无绝人之路啊！光桥呀，阮小妹安尼哦，行路行足远，而且文心人啊，行到迄个骹底拢溜皮兼流血啊，煞袂行咧啊！拜托你啦，哦，你顶桥赶跟阮小妹到分南分州，你想安怎？哇，这桥内有人呢！哦，桥内有人哦，桥夫停，哦停，落来。原来是俏在龙数码英，我是牡丹庄的庄主。听你直咧讲，这位姑娘袂行路吗？啊，拜托你啦，可以。我是顶桥让伊坐吗？天色已经黄昏咯，请姑娘当日为到牡丹庄，互我奉台，明天再启程未迟啊！哎，你做人真善心呢。多谢君主啦！哎，小妹啊，一叫一叫。知了。轿夫，走。赶紧攻入牡丹庄。好，遵命。对，你真牛，你真牛，阴暗绝对好势。宽度，老船哥有重要宽度咯，后三间两起，是毋是有可能识破宽度呢？性格，武林中出现了一位独眼独鼻的性格人物，这个到底是义士、或者杀手呢？魔会庄家人又安排千剑阵这个暂时苏阳门咯。苏阳门有可能穿过千剑阵嘛？请看熟悉便的分晓，新魂酒大如夹。